今日教大家辣椒韭菜炒田螺，今天教大家辣椒韭菜炒田螺。去市場揾歡乸買咗1斤田螺，養咗1晚。去市場揾歡乸買咗1斤田螺，養咗1晚。首先剁尾，首先剁面。熱鑊落油，爆香啲香頭，二鍋攞油爆香流頭。然後放田螺，然後放田螺，放少少酒，放一點酒，放少少豉油，放少少豉油，放少少蠔油，放少少蠔油，放少少水落去燜，放一點水落去燜大概10分鐘左右，燜大概10分鐘左右，放啲韭菜。炒到咁樣就得啦，炒到這樣子就可以啦。用你們打茄輪嘅嘴去嗦，用你們打茄輪嘅嘴嗦。哇，幾哩咕！